修女进入梵蒂冈的地下墓室，拿到天使的骸骨摧毁杜雷蒂的阴谋。可当艾娃进入墓室后，才惊奇地发现，其实当年的天使安德烈并不是什么大英雄，他也不是受到了上帝的委派来救治战神的，反倒是个贪心的小偷。真相是他在地狱偷走了圣环，逃到人间，为隐藏气息，无奈才将圣物注入了战神的体内。之后，人类逐渐撕下他贪婪的伪装，设计将他禁锢在了教堂的下面。而魔龙追杀历代圣环的继任者，也只不过是为了完璧归赵。如今，艾娃受到别有用心之人的蒙蔽，却将安德烈放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在地球的另一边，老黑推开博士儿子的画室，看到满墙奇异的图案，却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似乎这些看不懂的图案隐藏着什么秘密。也就在此时，博士发明的传送门也有了反应。平时一向乖巧的儿子突然跟博士说时机到了，天使正向他招手呼唤他，随后便跑进传送门里消失。反观梵蒂冈这边，艾娃将在墓室看到的一切告知了同伴，并且要在安德烈清醒前再次禁锢他。很明显，这个计划出现了延时。安德烈不仅逃出了禁地，甚至已经降临到了他们的面前。更惊掉下巴的事发生了，教会的神父竟冷静地上前与安德烈交谈。原来神父是安德烈的铁杆粉丝。艾娃突然知道自己错怪了杜雷蒂，当初是神父给艾娃他们洗脑，编出天使骸骨的假消息，引骗他们上钩。其实杜雷蒂就是单纯的想竞选教皇，而神父却借机将屎盆子扣到了他的头上。如今幡然醒悟，也为时已晚，只能两横一竖，不行就砍。几人对安德烈进行了夹击式的战术，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招呼对方，不敢有一丝的怠慢，甚至为了万无一失，在安德烈被击倒时拔出他身上的弩箭，再次上膛对准头部，再补上一下。收工后还不忘嫌弃的啐上一口。可安德烈并没有死，刚才只不过是在试探他们的实力。神父顿感不好，向后撤去，随后上空出现大量的魅影恶魔。安德烈双臂一挥，恶魔逐一吸附在吃瓜群众的身上。看到这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：不是所有的热闹都可以乱看的。被吸附的人不受控制的向他们袭来，修女不知所措，毕竟他们都是无辜百姓。至此，修女战士第1季全篇结束。